主后2024年9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代志无分轻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7章第1节到第8章第3节。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：你着去徛伫上主圣殿的门口，宣讲这个话。所有入来敬拜上主的犹大人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着改正恁的言行举止，安尼我就互恁住伫即块土地。毋通相信遐个白贼话，讲这是上主的殿，这是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伫遮安全啦。你若实在过正言行举止，伫人甲人的中间实行公平正直，无欺压寄居的出外人、孤儿寡妇，无伫即个所在无害无辜的人，无拜别个神明，甲家己惹祸端，我就要互恁永远住伫我赐互恁的祖先徛起的即个所在。恁看，恁竟然相信遐个无路用的白贼话，恁哪会用得头铁、无害、奸淫、手假蛇，甲巴力烧香去缀恁毋捌的神明？过来即间奉我的名去的圣殿敬拜我，讲阮有救啦，通继续去做遐个可恶的事。即间奉我的名去的圣殿，恁家己看做土匪仔窟是无？恁着知恁伫做啥？我拢有看到。上主安尼讲：恁去试着看觅咧，古早我伫遐设立敬拜我的所在，毋过恁着去看，我因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罪恶，安怎对付迄个所在。现在恁做遮个代志，我一再甲恁劝诫，毋过恁拢毋听，甲恁叫恁嘛毋应。所以我要亲像对付是着安尼毁坏即间恁所瓦靠、奉我的名起的圣殿，以及即块我赐互恁甲恁祖先的土地。我嘛要甲恁对我的面前赶走，亲像以前我将恁的亲族以法莲的后代赶走相款。你毋免为着即个人民祈祷，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，嘛毋免替因对我恳求，因为我拢无要听。你敢无看到因伫犹大的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伫创啥物？囡仔捡柴，老爸兄火，老母炒面粉做饼献互天父，搁甲别个神明献奠酒祭，超工惹我生气。上主讲，其实因毋是伤害着我，是伤着家己，害家己见笑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猛烈的受气摒伫即个所在的居民甲动物身上，以及田野的树木甲土地的出产。我的受气会亲像大火，得到无人拍话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献祭的时，做恁将烧化祭的肉掺做火食去。我带恁的祖先出来埃及的时，我毋捌对因提起烧化祭甲其他的祭祀，嘛毋捌命令因着安尼做。我简单甲因命令即项事，恁着听我的话，行我所命令恁的路，我就要做恁的上帝，恁做我的子民，通互恁事事顺利。毋过因毋听叹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反转照因邪恶的心固执
陪伴我，若无改善，颠倒搁较歹。对恁的祖先出来急到今仔日，我一再派我的部人先知去因遐，毋过因犹原毋听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颠倒疑心固执，比因的列祖做搁较歹的事。耶利米，你着将这话拢甲因讲，毋过因毋听，你安怎甲因叫？因嘛袂甲你应。你着甲因讲，恁即个民族毋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毋肯受教示，恁中间无阁有真实，恁的喙连一句诚实可靠的话都无。耶路撒冷啊，着剃光头，甲头毛削角，着伫树仔错了了的山顶唱哀歌。上主已经将惹伊受气的世代放煞啦。犹大的人民做我看做邪恶的事，伫敬拜我的圣殿采可恶的偶像，甲即个殿拍拉山。上主安尼讲：因伫希伦主山谷去大卫得的山头坛，烧因的囝儿献做祭。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，连想都毋捌想过。恁着知，时日一个到，迄个所在袂叫做希伦主山谷，也是大卫得，要叫做屠杀的山谷。因为别位无够所在埋葬死人，因为伫大卫得大神师上主安尼宣告。即个人民的尸体会成做空中的白鸟，甲地上的野兽的食物，无人来甲因赶走。迄时，我要互犹大的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完全无欢喜快乐的声，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，因为即个地要变做荒埔。上主讲，到迄时，人要将犹大的诸王、官员、祭司、先知，以及耶路撒冷住民的骨头，对蒙面摕出来，迄伫日头、月亮、星神的下面。这个天体是遐人生前假意服侍、君帝、卜卦、拜拜。遐个骨头无人会阁甲因捡起台，画伫涂骹诚做肥料。即个邪恶的民族剩落来的人，伫我甲因流放去的国家，无想要阁活落去，宁可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做代志无分轻重，比起铺点车花的献祭和乐乐堂的仪式，上帝搁较介意人认真听趁伊的话，甲信仰真实活出来。这个观念伫圣经中一再重复出现，譬如先知米迦讲到，上帝无介意人献上奢侈的献祭。人啊，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伊要求你的是什么，就是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先知阿摩斯也讲到，人虽然向上帝献烧化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却无受悦纳。人唱歌敬拜声音，上帝也无欢喜。上帝透过先知讲，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相款的观念也出现伫耶利米书第7章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出名的圣殿讲章。上帝差遣先知耶利米来到圣殿门口，责备犹大人民伫献祭、敬拜、圣殿礼仪顶面所犯的错误。先知指出，人过头注重圣殿建筑，
掠做圣殿本身会当为国家带来安全，搁即种近似迷信的思维，也渗透入人的敬拜习惯。因极度热衷伫宗教，却做代志无分轻重，过度追求参与宗教活动，忽略信仰的核心是遵行上帝的道路。真侪人一方面热衷伫拜偶像，另外一方面搁去圣殿献祭，根本无伫生活中遵行上帝的教导，无活出公义甲圣洁。对伫安尼，上帝用非常严肃的话讲：我带恁的祖先出来救的时，我毋捌对因提出烧化祭甲其他的祭事，嘛毋捌命令因着安尼做。我简单甲因命令这项事，恁着听我的话，行我所命令恁的路，我就要做恁的上帝，恁做我的子民，通互恁事事顺利。上帝清楚表明，伊根本无看重宗教的外在形式，伊所在意的是人减有听趁伊的话，遵行伊的旨意。教会增长是近年来教会界盛行的话题之一。真侪教会致力伫礼拜聚会的更新、组织的改变、福音事工的转型，佮鼓励信徒投入各样的服侍，譬如筹办大大小小的活动，希望会当借着这努力，互教士复兴。出自人力的需求，这类型的教会总是鼓励信徒积极参与服侍，总是无论投入服侍，也是接受装备造就，往往互参与者用真侪时间伫教会，牺牲个人发展，甲陪伴家庭的时间。对伫安尼，咱的疑问是：究竟教会存在的意义是牺牲个人空间，以求壮大组织规模，或者是容纳众人的多元性，佮成全个人的发展？假使无用碌碌的教会生活，造就的是一群简单会往教会走的基督徒，无法度踮个人生活的场合，亲像家庭、校园，这场中诚做光含盐。检采就是该重新反省信仰生活是毋是有做代志无分轻重的时刻。默想，我的教会生活甲个人生活是毋是会当处得一致和平衡？我的教会生活甲个人生活是毋是会当处得一致和平衡？咱做伙来祈祷，配得敬拜。找派人去影响世界的上帝，愿你帮助我成做真实军队里的门徒，毋是互应体制的宗教徒，奉做名求。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